今日嘅題目渴慕星，請咱做一來讀詩篇63篇第1節，咱做一個開聲來讀。星啊，你是我的星，我要切切地尋求了，到江岸疲乏無水之地，我渴想了，我的心切慕了。大衛渴慕星，是因星嘅慈愛，詩人追求金錢、健康、地位嘅權利，但是如果擁有這錯物就無愛嘅對象，也未被愛，就是將孤單可憐嘅人所擁有嘅一切變得毫無意義。咱講嘅愛珍貴改變，或終將停止，叫人失望，抗老記憶。對神嘅愛永恆不變，是咱上需要甲上重要嘅，能夠滿足心靈嘅渴慕，無叫人失望。渴慕星是因神嘅幫助，當錢財本是喜樂無應有之地嘅時候，大衛經歷到只有神是伊嘅幫助。每擺想起神嘅幫助，大衛嘅心好像飽足了穀穗肥油，極為滿足，無他求。神是無作者嘅幫助，只有神是咱嘅依靠甲出路。渴慕神也是因神嘅公正。大衛經歷敵人嘅對殺、犯硬甲攻擊，一定派伊流離百世莫辨。人生也是落到這些款嘅環境來陪，還能夠做什麼嘅呢？因此大衛認定了神必為伊伸冤，主持公道，因此伊個心緊緊嘅跟從神，因神嘅當道而歡呼。大衛渴想神嘅心，往往正是咱缺乏嘅。求主使我們要有一顆渴想神嘅心。請做一來讀詩篇63篇1節，做一個開聲來讀。星啊，你是我的星，我要切切地尋求了，到江岸疲乏無水之地，我渴想了，我的心切慕了。請大家再來默想這段經文之後，咱就祈禱。